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11月29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5篇第1节到第10节，尼希米记第9章16节到25节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12节到22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尊重。尊重这件事情呢，有一个先决的条件，就是不能够骄傲。因为骄傲的人通常是鼻孔向上，他看不起其他人，更也不愿意接受其他人的成就。说尊重他人吗？对这些骄傲的人而言，谈何容易啊！如同犹太人、法利赛人、经学士以及犹太教的祭司们，他们一样，他们骄